这个抗水风台嘛，甲婚姻关的农作物上一个真正力，尤其是那内将近9成的金蕉丛、长丛，木果芒实嘛破损严重。县政府是建议农业部会当专品项现金来救助，帮助农民赶紧来复耕。 有8、9成的金蕉树拢予大风扇断去。农友表示讲，种差不多2公顷的金蕉园，差不多有4成丛的金蕉树，本来过2个月就会当采收啊，即马大风一日扫，真的是有够无奈，差不多损失200万。 很多高筋的作物，比如说食用薏米、青稞薏米，还有我们的硬质薏米。它像我们今天看的是腰斩的香蕉，还有木瓜。其实高筋的部分其实受损的很严重。除了金蕉园真正力，云林县政府嘛去到木瓜园进行会勘，虽然因为有网式的保护，木瓜损失并不严重，也无这网仔式拢找歹去，要搁重新搁做。龟农表示讲，差不多嘛爱几百万。 重树重宽，然后呢，重建。我们希望说让农民可以把这个损伤降到最低。抗热风台造成云林县的农作物受损严重，包括番麦、金蕉、猪仔、甲土豆、蒜头等等，总损失的金额差不多3亿2千万。县政府建议讲，中央会当专品项的现金救助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